动吃动吃，来做事。妹妹，你還記得兩位嗎？以前你當日下課假，阿妹都帶你來兩位行行聊聊。自你去台北讀書，識頭路了後，難得有機會過來阿妹對兩位行行聊聊。有記得啦，因為我記得我小時候好像會在這附近跟爸爸你還有來玩。我記得以前這邊都是布袋蓮啊，而且比較多淤泥，它現在變超漂亮的，變動強烈的哈。然後你不是說你小時候都會來這邊玩？係啊，我會從頭來行行，因為剛好是兩位搶錯湖的鹽場，還有加炒麵、公園堂啊，最好是要3隻口面喺阿妹最好。我從頭來。你們都在那邊吃嗎？全部都改變很東西。兩位還有對阿妹以前世界下待的地方，還有對柯亞西河壩水。我記得我哋頂擺哈，下課假我會唱野球呢。舅舅哦，嘿，舅舅還有亞姨，唱下來兩位柯亞西河壩搞水，然後唱隔壁鄰舍的聲音啊，一群來抽水、搞水，捉魚的呢。還可以抓魚哦。那今天呢，根本給來到鴉片梯房哦，我覺得這也是你的地盤，你一定要好好帶我出去玩一下嘍。好啊，行，來，阿妹叫你來撈3把。哦，這邊真的變很多哎，而且好涼哦。它很漂亮哎。係啊，你看看，心心相印呢。我們兩個心心相印。有嗎？你有啥有嗎？有吧。哇，這邊真的很大哎，而且這風景也太美了吧。對呀。我還記得小時候你工作都很忙啊，然後就是比較少帶我們出去玩，都來這邊玩。可是我記得你很常去自強活動、里民活動，然後你就會帶我。我沒有記得我們有玩什麼，我只記得上車睡覺、下車尿尿，就這樣。對，沒有別的了。所以你攏阿講，媽媽啊，喊擺沒停落來咧，唔好搞。我喜歡比較刺激一點、開心一點。對呀，有我心你最歡喜啦。對啊，而且我很喜歡表演吶，你忘記了嗎？你不是說阿公怎麼樣？阿公生日做太生日加60歲，阿公辦出場親戚朋友，看到有康樂隊的表演吼，哦，你當歡喜，後背都該彈，頭前都起得一個。所以阿妹也講妹都該唱歌誒。哦，然後咧，然後你要看到你要當歡喜上位表演，唔講你行安生，阿條儂當講。妹妹啊，下來哦！該這哥哥雙腿衝過位，你莫喊起路該位，你都麥克風當拳拿起來用槍誒，你咧哦莫咁狹隘哦，狹隘講啊安息唔要唱哦，喊擺你要躺來唱歌呀，你要罰錢哦。我張會唱。沒有，現在就成真了。你們現在要聽我唱歌，要出錢聽才能聽得到，對不對？不過阿妹不是吧？你不用啦，我現在就可以唱。還亞妹呢？我現在就可以唱給你聽啦。亞妹。對啊，也是啦。可是我知道我小時候真的很愛表演。好啦，現在已經聊到這裡太久了，我覺得我們要吃的香腸店快開了，我們是不是要去前面吃香腸？好，那兔來，我們去吃香腸啊！來是鹽腸。還記得啊，生日嘅時節啊，阿爸除非出來了鴉片，就不用撩嘅時節啦。對啊，你來這邊買香腸，然後要打那個骰子啊，還有彈珠，杜鹽蟲。對，而且還都杜東東，本意是都是唔去。是不是這一間？對呀，間啊。那我們再去玩一次啊。好啊。等下來比賽哦，看嘛啥大洋球啊，鹽蟲哦，對寵物帶轉來是。對，就是這個啦。你還都會打彈珠的呀？對，現在好像沒有打骰子，都是打彈珠，但小時候也有打彈珠哎。對呀。那我們要再玩一次，跳嘎來。我要玩這個怎麼玩？呀，該是帶十組啊。嘿。45塊。45塊。帶十組一次45塊。是30分以上是2條。2條哎。那我們一人一次來哦，我先。
哎，20分都冇啦，換你，換阿妹屬於可以有較好冇？哦，你也是20的，就用20分呢，哎呀，夠了，我們再一次。有沒有 Q？ 哎呦，靠你了，好不好，媽媽？就你了，使出黃老師之手。哎呦，就用20分呢。快來唔得。不，沒關係，老闆，我們還是可能 and 要自己買啦，自己買好嘞，我哋自己買好嘞。 2條香菜，拉冇拉咧。一條辣的，一條冇辣的。好，是木耳啊哈，是木耳。暗熊嘞，哇！哎呦，煙囪好嘞，很香哦。是木耳，安紫色。而家有酸頭冇？酸條魚喎。耶！你看，幾盤丟點來哦。哇，太正點了啦！我要我要3顆啦。妹妹俺啷講哦，蒜頭要加煙囪這樣好食咯。對，小時候都是這樣吃的。對啊，世間吼，你唔敢是，阿爸都講，來試看啊，最大顆的，和人母煮熟食。是嗎？金種黑啊，你唔記得了？可是我記得我好像小時候不敢吃啦。哎，對，但長大就是，現在有點燙。小心嗎？跟小時候的味道一樣哎。係啊，口味全部一樣，冇變呢。好吃。我記得吼，我哋買煙囪吐內了解下，係開奧多巴的呢。是嗎？係啊，開奧多巴啊。我小時候記得他們在對面啊。係啊，都在蘇華東人抽了。對，然後我每次去的時候，我都要買一個那個彈珠汽水，然後配一個香腸，裡面還有豬豬可以往下推的那一種。對呀，係啊，你還記得了？對啊，就在那裡啊，對面。可是我不記得有車子，是更早的時候。開奧多巴，很早，最早的時候。對。然後後來旁邊不是那邊也有很多攤販賣那個香腸嗎？對呀，就很多，可是還是都吃這間，因為最好吃。對呀，伊個口味較好。你阿爸全部吐了兩件事，結果兩件的口味哦，懂家己是啦。爸爸喜歡吃這間哦。所以是爸爸強制我喜歡吃，因為他吃這間，我只能跟着吃這間。對啦，莫安講啦，一家要懂好心啦。那這邊以前很多攤販後來都沒有了。你不是有朋友在附近賣菜，不是賣菜，種菜啊？你莫講哦，阿妹愛誒。幹嘛？在表面唔記得咧呢？唔記得大概。我學生啊，對了味菜園對了味呀，其他我約好誒，講去甲菜園添幫無。那你在那邊吃香腸，趕快啦！謝謝啦，好。陳大哥，嗨，我們來了，哎呀，你好，哎，有冇看到？對呀，你在做什麼？啊，除草。除草哦，看起來很厲害，而且你種了至少有5、6種以上吧？有。哇！菜，還有莧菜，還有地瓜葉。哇，陳大哥，你這邊種好多菜哦。那我們今天其實是要想來跟你拿一點菜。可以。真的嗎？這是不是空心菜？對。那我們就先拿空心菜可以嗎？可以。那要怎麼採？底部這樣子哈，這樣凹了就很嫩了。這個是很嫩。我第一次看到空心菜長在土裡，我看到的都是已經弄好的。安之 C，媽媽你來試一下看看，你試試。砰就起來了。懂嫩呢哈。怎麼開口你還曉得的？怎麼看它熟了啊？我跟你講哈，你如果說用手一摘，當一下子就斷掉的，那表示很嫩，那都可以。哦，如果說摘，你就摘到這個頭，你看軟的，嫩的，像這個頭就老了，就不要哦。都別個種嘛，都唔得啊。不必，它有頭在的話，它還會再花。只要有水，它就會再花，肥料和水而已。那陳大哥是怎麼跟媽媽認識的？我就是退休了以後哦，想說打發時間去唱歌，參加了2個班，客家班都是黃美芬老師教的啊。哇，那陳大哥也是一個喜愛音樂的人士，沒錯，對吧？喜歡唱歌，就是打發時間啦。像我在種菜，我這主要是求健康而已。在這個地方附近種菜的哈，幾乎都是園區的工程師。
這工程師在這裡種菜。对，那個台積電的、聯電的哈。媽媽，你怎麼不早點帶我來這裡種菜呢？所以這邊的菜你就有金龜婿了。我們的菜都沒有撒農藥，參加這裡的種菜的哈都有講，誰都不能撒農藥。哦，你的有更好哎。對。哎，那我們現在空心菜已經差不多採完了，是不是？媽媽，你是不是要採別的？係啊，你要不要挑個安醬，來十幾條。哦，對，很漂亮哎。黑尾紅。哎，那陳大哥，這個菜豆要怎麼把它摘下來呢？可以把這個藤子拿着，這裡就這個頭這邊一折。哦，是不是這樣子？那是不是也可以用剪刀？可以，剪刀就是往這邊頭剪下去就可以了。哦，像這一條哦，搭下來，对不對？好高啊！哎呦，然後剪開。对，可以整條剪掉，整條剪掉再剪。這個嗎？哎，可以，都可以。哇，好多螞蟻哦。對，可以啊，是有機的啦。媽給你一個。沒有這個。哇，我們放後面。妹妹，我攏講哦，按前太講係一間熱心的人咯。真的哦。對。啊，服務員哈。好來，這上面的師傅還有公益團隊，全部給都該做，懂熱心。哇，很熱心呢。對。哇，那我們現在剪完這個，看着我都肚飢嘞，媽媽肚子餓了怎麼辦？怎麼辦？兔兒來試啦，有得吃嗎？有哦，台灣印度的韓國來家有讀到楊大姐。楊大姐？係啊，佢做當到嘅客家美食，一點點意思呢，等下印度來試。哇，好哎。翅膀。雞中鳳頭還有椰板呢，哇，這麼多！那我們等一下這邊趕快摘完，我們趕快去吃啊！我來。奶媽，你在這就太好了，他們都不相信啊！我小時候很可愛，有沒有漢麗？我超級可愛的，肥豬豬的手，我給奶媽帶到10歲嘛，差不多9歲10歲嘛。對，我剛回家的時候很不習慣啊。對啊，我不是還打電話。對啊，然後媽媽講。我不要住黃美文家，我要去住你家。記得哦，我沒錢呀。沒得吃啊！住你家沒得吃，沒有再顧他了。懂吃來做事。楊大姐好 ，Hello， 楊太姐你好。這是雞中嗎？要包鳳頭的雞中。哦，要黑捏板。哎，哦，這個是沒有包的捏板。那這個要黑捏板包的菜包。哦，菜包，裡面就有包東西了。同樣黑捏板，你要黑純糯米，你要加雪白的米，會較硬一點點的。感覺楊大姐就很會做菜哎，應該比我媽厲害。阿梅，來，我為您服務。來，按油好咯，嗆色，來，嗆色。羨慕哦。來，羨慕我按油好呢。哎，จิ้一下嘛。不是，你先吃看看，好像很好吃哎。蒙一系列冇粉條，我系列有粉條哎哈。係呐，唔該，油好啦。很 Q 哎，很 Q 哎。等我先。那我來試試看這個捏板。楊大姐，懂蘸掉哎，包到多好吃的。來捧場。很香哎。那這個就是客家最有名的啦，糍粑。對，而且一定要吃，不管是那個婚宴也吃得到，然後大家過年節慶也都吃得到，對不對？這個也是楊大姐做的，我做的，全部給這個。哎，哇，很香哦。脆，米是幹麼哎？磨米機磨好，稍微袋子裝它早一滴滴的就可以整呢。媽，我為你服務好了，來，請吃，先看看。好吃嗎？好吃哈，好吃，好像對啊，感覺很好吃，很好吃哈，Q 嗎？好吃，嫩嫩的糍粑。大姐，你懂蘸掉懂香呢，大概對下做，唔會搶我自己哦。小時出清後了呀，講下語錄。我覺得現在這些零食已經讓我完全的開胃了。媽媽，我們是不是該去吃正餐啦？好啊，等下來圖你西多西多泰的什麼東西？料理。是什麼料理？那是西式汕頭。哦，我知道，爸爸從小帶我去吃的。哇哦，太高興了！那今天真的很謝謝楊大姐為我們準備這麼豐富的客家美食，真的太厲害了，真的很好吃。安之 C， 安之 C。
你要感謝你旁邊的兩位長有噶，行不？我們很常來吃嘛，小時候對不對？係啊，跟愛高考了後下班都人家爸去了回去，上時要吐你。還有姐姐，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呢，就一定是要來享受它的美食，對，而且是我小時候很常吃的，好不好？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是沙茶芥藍菜炒豬肉，橄欖菜，豬牛，對，而且這個豬肉都是當天現切的，哇，對，溫體的豬。哇，這個最厲害的就是它那個沙茶醬，對，還幾個沙茶幾個走哎，就是這個味道，就是這個味道，小時候常常吃的味道，很有靚嘿，西白菜，哦，沙茶炒豬肉麵，沒有牛肉，沒有豬肉，哦，媽媽冇選牛肉，人家專門準備個豬肉俾你選，不愧40年的交警，還記得我不吃牛肉，還記得，心不膩哦，我先來嘗嘗，我來嘗嘗，好吃嗎？好吃啊，對，懷念的味道，真的，對，我們就是這個味道，從頭到尾沙茶全部沒有變，真的，自始如終。好嘞，那我們現在就要來吃這邊最厲害的，好不好？湯已經滾了。對啊，對，所以我們要來吃最厲害的牛肉。這個是有標準姿勢的，對不對？對。老闆先示範。示給看好，對。邊夾這個最旁邊一點點的地方，夾越旁邊越好。然後快不離肉。鍋底3秒，鍋底是100度，上面是70度，所以不要7上8下，我們直接到底。到底100。對，1、2、3，好，這樣就可以起來了。哦，非常漂亮的，對，來。謝謝，然後一定要沾這裡，對，這就是一定要吃的他們的沙茶醬，哇，所有的材料了60幾種，做出來沙茶醬，對，好好吃哦，已經將近快100年了。那豬肉有沒有標準刷法？6秒，這也是那個當天溫體的，這個夾醬一點點，有沒有？哦，夾越薄的地方越好，好，讓厚的地方在最底下，好，6秒底。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這樣就可以了。拿起來。對，整個都粉紅色的。哦，還有一點粉粉的這樣子。哇，來，老闆夾起來看好起來好好吃哦。對呀。為什麼那麼厲害？按子 C，幫我。對。快不離肉，鍋底3秒。1、2、3，夾起來不見了。等一下，真的不見了，在裡面。這樣子多1秒可以吧，老闆？可以。然後我們一定要配上它的沙醬，對，我要吃這樣。好吃啊，好吃哦。對，剛剛好的口感。哎呀，唔係食啦。對，唔係食啦。還有，牛心、牛肚跟牛肝都是當天現切的，對，牛心3秒，牛肚更快2秒就好了。那牛肝的話，差不多3秒至5秒。看因人而異，肝就是味道比較重一點點，但是有人喜歡吃熟一點點，怕味道太重。對，我來弄一次給你看。好，牛肚對，更快哦，2秒鐘，可以2秒就好了。好，你可以夾旁邊加一點點，有沒有看到？更快哦，這個1、2，好，吃起來。哦，整個都張開來了。哦，張開來了，好，然後吃看看這個牛肚。對。放心吧。整個非常完美。老闆，這個醬真的太厲害，你可以分享一下。好，它有什麼秘訣嗎？這個我們在坊間的沙茶醬，都是買人家現成的沙茶粉，回來加東加西做成他們自己的。我們加了沙茶醬，從頭到尾所有原料，從選料開始，選完以後曬過，炒過，磨過，這是備料。哦，這是要58種材料，將近快要60種，對，全部的材料在2、3天之內要集合出來，哦，最後再做一個組合動作，組合就是油下去炸，然後組合成來才是所謂我們的沙茶醬。這個真的是蘊含了那個匠人那種職業匠人的功夫哎，對不對？多沾一點。關員講啊，鍾老闆業嘅廚藝哈，係獨一無二嘅。行，摸啦。有來兩位食
個西式蒜頭粿的哈，海底家都安諾的，哎呀，讚不絕口哎。我老爸傳下來的啦，對呀，比較不才啦。所以客家話有一句哦，讚的呢，讚的呢。傳下來現在是第四代了。4代啊，我是第2代。對，我是第2代。你咪當好先哈。係啊。哎呦，阿妹都唔敢吃牛肉吧？這個丸子是我最愛的，對，他們自己特製的，對，我們自己做的。但我今天呢，其實是有個請求，因為你們的沙茶醬實在太厲害了。是。我希望我可以跟你分一點這個沙茶醬，讓我帶走回去煮菜，因為我的廚藝實在太恐怖了。但我想要用你們的沙茶醬加入我的菜，然後讓媽媽吃得更開心。可以，壓味一下。我這個東西一定讓你，事半功倍。肯定是的，我太需要這個沙茶醬了，太感謝了。那我們趕快繼續吃，把它吃完，然後就趕快去做菜。對呀。最後又讀得到奶媽呢？哦，對呀。對呀。哦，妹妹你來了。奶媽，哎，真的奶媽看到了。你去坐着啊，坐着。我们坐着。我們坐着聊。對呀，有翻譯嗎？有啊。東京我看到你哎，你好。奶媽，你在這就太好了。他們都不相信啊，我小時候很可愛。哦，相片給你看。對，你這個一定要給大家看一下我的相片。啊，你隨身都帶愛妹啊的相片，我幫你看的呀。對啊，趕快給大家看一下有沒有漢麗？我超級可愛的，肥豬豬的手，臉紅紅的哦。對啊，而且我小時候的臉好肥哦，憨嫩的手，而且我都笑得好開心哦。小朋友就是這麼可愛哦。我感謝奶媽呢。為什麼？啊，我阿無閒啊，攏愛顧妹啊，顧到暗好啊。對啊，因為奶媽家待很暗自細呢，嘿啊。而且一定要講奶媽，因為煮飯，奶媽是煮飯很厲害。哎，對，哪裡有很厲害？很厲害，你以前在中央廚房幫忙煮飯的，然後你煮東西都很好吃，然後我就一直吃，然後每次都吃的這麼胖就怪我。我沒有怪你，但是我小時候真的很喜歡吃你煮飯，而且我都記得。你就喜歡吃蛋炒飯。對，而且我要吃這麼大碗的。就是那種碗公裝的，你知道嗎？不是那種一般一碗的，是一大碗，然後配1瓶可樂，對不對？是養樂多。對，養樂多，而且養樂多要喝1排哦。我不是只喝1罐，你記得嗎？我每次都是插一根，反正我都是買整那個啦，整盒的。對。而且我小時候剛回去，因為我給奶媽帶到10歲嘛，差不多9歲10歲嘛。對。我剛回家的時候，很不習慣啊。對啊。我不是還打電話。對啊。然後奶媽講，我不要住黃美芬家，我要去住你家。記得哦，俺沒錢呀，沒得吃啊，沒有再顧他了。然後他打電話跟我講，我先生打電話給他說，你吃的沒？他就說他沒有吃。哦，快點去中華麵買，快點騎摩托車拿去給他吃，對不對？對。對呀，沒有，這要解釋一下，因為媽媽她大家都疼他啦，對，大家都疼他，哥哥他們都很疼，因為他小就帶到那麼大。對，是真的。羡慕你呢，對啊，再次感謝。對啊，是，那個本來就是我的責任，要帶就是要帶好，要不就不要帶。對，羨慕你呢。好哦，很開心還可以在這邊遇到奶媽。對，就是很開心可以，然後還可以證明一下我小時候是真的長得很可愛，好不好？對，可愛可愛的。那我們就要去找胡大哥做菜了，下次再來找你玩，再來找你玩。好，等下祝賀你都得過來呀。對啊，在一起有機會在一起吃，好不好？那我們去做菜。好，羨慕奶媽，拜拜。好，張磊了，張磊了哦，哈，好。董事來做事。哦，根本嘅，阿妹你愛做乜嘅董事本來食？來今日啊，曬蔥頭乾，然後排骨湯。蔥頭乾，老排骨湯，就是我們今天早上摘的嘛，對不對？青豆，一千大個介比十個頭。好，那我們的第一個步驟是什麼呢？第一個步驟係先開鴨子，好，然後不一滾，然後準備拿頭尾條條拿起來哈，因為頭尾條長，然後唔得切。
因都拿好了後，熬一下，熬一下，嘿，圓，都唔係熬湯鐵咯，熬湯鐵是都冇像蔥條乾咯。那你為什麼想要煮這道菜給我吃？因為蔥條乾吼，係我最好食的，也係人家婆教我煮的。啊，係阿家婆，係啊，阿家婆教我呀。那阿媽為什麼要特別教你這道？你喜歡吃哦？還是嘿，你很喜歡吃？嘿，我有擺吼調煮呢。啊，家婆冇菜，我調煮，我都去天面上打開了，拿菜條乾出來哦。結果吼，我水吼不用唔大。是哦，然後呢？那變怎麼樣？咩調的乾吼壓幾把？對，整大把。壓一把一把的。下落去，結果吼水唔大吼，注意了吼，全部調的，沒有水，係冇水，就變豆乾，全部是豆乾。是嗎？對，然後人家婆都講啊，我妹唔要按煮呐，漢白煮哦，因為蔥條乾吼，冇會按多，按多都得咧，因都按完吼，烙着拌起來，好，放落去，好，小心手哦。嘿，對，放落去，然後佢會變色咯，它會變色。哎，對，好，會變綠色的哈，你說它會變得更綠嗎？哎，對，你，所以我們就要等它滾一下，對不對？哎，等它滾完後，差不多1-2分鐘。它要變軟嗎？還是？唔是，變軟咧，我煮起來綿綿。哦，黑唔黑變色咧？係啊，你吃到有綠綠的，而且好香哦。香哦，調味變出來咧哈，係，按都多得咧，哈，然後硬是金鐵雞哦，好金鐵，係，然後料熟拿來料去了，把它撈起來嘛，對不對？係，按料去了，行的，都拿一塞。行的，你先把它放在碗裡啊。沒有，按掉。哦，要這樣子。係啦，會滴水。哦，好，不愛去。係啦，拿點皮蓋，配幾個塞。不用怕。拿配幾個塞。好，這個是重大的任務。對，一條一條排不起的哈。重大的任務。好嘞，來，係啊，好嘞，來，洗好誒，係啊，我講啲要煮排骨以前哈，因為排骨沒去用會通過哦。對，要把血水燙掉嘛。對，好，變色嘞，關火了後，然後料熟拿不愛，個料肉棒轉度來，好，沖掉哈，料熟來，倆排骨唔會滴水嘅，印度安樣哈。這樣哦。哇，好香哦！係啊，像你的濕滴滴的哈，其實還蠻濕滴滴咯。那個豆子是這樣就可以吃了嗎？哦，豆子的要不用給曬幾早，差不多2-3日。所以我們在這邊待48個小時嗎？我的敲大蒜的方式被大家笑死了。你示範一次，快點。你好標準哦！就一定這樣。直接等一下，你這也太標準了吧！等一下，小心哦。我沒辦法哎，等一下，你這個形狀也太美了吧你！果然這個有練過。懂吃，快做事。那個豆子是這樣就可以吃了嗎？哦，豆子的要不用給曬幾早，差不多2-3日。所以我們在這邊待48個小時嗎？早晨哈，去陳大哥對，我們去那邊採豆子。曬片呢，2-3日年前哦，你條都爛呢，哪按曬片了？哇，好細心哦，感謝陳大哥。對呀，還要感謝你。所以我們剛剛只是，就是你要讓我知道，如果要吃的話，是要先燙起來，拿去曬2-3天。早晚了後拿一的。所以2-3天之後它會長這樣嗎？從這樣子變這樣子。然後你要剪一節一節咯，剪乾。怎麼剪？差不多那數字按長度後誒，手指頭。對，數字按長按剪那一，嘿啦按。所以這邊全部都要剪哦。剪那點啊，還沒煮。哦，好。這我可能要剪3天3夜。哎呦，我妹啊，一條一條剪都剪到個死呢。我要這樣剪啊，一條條剪，哎呦，剪到空空的剪，3日要剪蠻好。
用伊拿倒來吼，4、5條，錯冇？哦，一起剪啊。對啦，安尼免較夾。哦安迪吼，好嘞。因為正經同行攏愛傾向咧，愛福煮菜家吼，看遐食譜吼，菜瓜吼煮菜瓜湯有熟片咧，啊不卡愛煮班甲個炒菜啊，看到有副瓜呢，我們想食副瓜，啊那副瓜幾下熟片呢？為什麼要削皮？為什麼？你看阿妹家有同行嗎？你是以為瓜類都要削皮？對，把它當西瓜吃，是不是？就被外面還要那個。講哦，那皮熟嗆嗆吼，底部的濃哦白嗆嗆啊，對，啊純啪啪的，那就變成苦瓜圈，可以，差不多出貨誰呢？哎，我媽，你這樣講不對哦，我也沒有你那麼笨，我不知道苦瓜可以就是這麼，哎，我都會有暗分啊，沒法度啊，所以你剪體會講你衝啊暗分啊，一條條剪都給死喏，錯冇？好，你沒分啊？對，我承認，哎，我要剪完嘍，來下一步是什麼呢？排骨啦，通過的哈，好來，倆用水呀煮滾的哦哈，排骨先冰，好，排骨先放，全部都得啦哈，然後體位哈，就下落去，哦，體位下落去。就放下去煮，它等下要吸水，它會膨起來，對不對？對，因為它現在是乾嘛，它就會變成濕濕的，對不對？安都好嘞哈，然後不用掉丁啊，不用掉鹽，放一點鹽，我差不多在迄兩同時的，等下其實迄無辣鹹蛋個冰，好，這樣就烤了，你不用放別的了嗎？不要，好。然後呢，我們要關上蓋子嗎？對，把蓋子蓋起來。然後等佢煮差不多15分鐘到20分，也都好嘞，也滿意咯。好，那現在反正要等它嘛，所以就換我來做給你吃，好不好？來，好。好嘞，溫愛咯，我今天要做的菜叫做溫炊炒煮牛，然後加上我們剛剛從西式汕頭得到的沙茶醬，那就是我的絕對的秘方。媽媽，你今天是我的二廚哦，我一定會把最簡單的事情交給你做。好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們要來切肉，好不好？因為我們要那個跟着那個溫炊一起下去，所以我們不能太大塊。對，我們要有點就是差不多這樣，你看一下，大概這樣子。我切到痛太低咧，真的嗎？哎呀，我切到按度好，好吧，差不多。好了，那我們就把這個簡單的工作交給我的二廚處理。那你要做乜啊？我現在要來挑我的那個溫炊，好冇？切好分量，好。其實說實在的，這個好像是我第3次煮溫炊，然後我只記得根要切掉，差不多，媽差不多了，你切完這樣好了 ，OK 了，可以了，我們沒有很多，這樣就好了，這樣就可以了。不然你菜那麼多，不用，我們不用全部煮，你不要切了，哦，不行，對，後來這樣就好了。那我知道你之前有說過，我們的空心菜啊，你用切的跟用拔的是不一樣的，對不對？對的，哦，那你習慣用哪一種？我習慣這樣。你習慣用拔的哦？不是，安德拉黑呢，還這樣炒起來的味道，然後切的。煮的溫炊，可是如果你要，那你剩下這個就不要了啊！你好浪費的感覺。好，來先切一切，對嘛？然後就照着，你是切多長？大概這樣。莫按跳蔥的啦，差不多木質的長度都對的。哪有那麼短啊？差不多這樣就對，我也是可以的，好不好？好，然後葉子跟這個要分開放哦。你知道為什麼要分開嗎？因為這個比較硬，你先炒這個，葉子最後再下去，要不然這會爛掉。我對不對？很愛沒有，愛都做一下落去下夾哦。因為我肚子餓吧，要不然你通常一定要分開啊，上面才不會整個軟掉啊。好，像我就記得啊，你知道我以前不是都不煮菜嗎？對呀。但是呢，我就記得你以前都对我很好，我只要講媽我肚子餓，有時候冰箱我都先打開來看過，沒東西吃啊，算了，然後就媽我肚子好餓哦，然後我就上去，大概過15分鐘吧，你就會說妹妹，現在吃東西啊，煮好了，然後你就會煮一碗清湯麵，然後裡面就會放油蔥，對呀，對不對？還會煎一隻肉，對，
對對，然後呢，你還會把菜啊什麼都放在裡面，就好好吃。我小时候是好喜歡吃那個味道，因為覺得有一種你的味道，雖然就是很簡單，但是就是很好吃。你都記得嗎？你記得嗎？一樣，像煮麵也可以放這個啊。對對對對，都得標。沒錯。而且我剛剛突然想到，你還記不記得小時候我跟你說過，媽媽我要買一隻手錶，然後你就說不用買手錶，我這邊有，你拿去戴。然後我就好啊，媽媽有我就戴嘛，對不對？然後呢，結果我帶去學校經過，然後老師就這樣子哦，弄白你帶着什麼東西？我就說什麼，我不知道。你拿勞力士給我戴，可是我那時候根本不知道勞力士是什麼。然後老師經過就說，為什麼你會帶這個來學校？對，你知道你害我被大家笑呢。嘿啊，哎呦，你誤會你嘛？沒有啦，我就跟老師很不好意思說，我媽給我的。然後說你媽給你的，你知道你媽知道這個很貴嗎？他就這樣，這個不能帶來學校，因為不能帶這種貴重物品來學校是不可以的。對啊，那希望你都讓來偷的啊。我沒有跟你拿，好吧？我說媽媽，我要買手錶。對，你攏愛偷買手錶對嗎？愛按不條下課了後按的去來買，我就乾脆就直接給我一個是嗎？對，直接拿給你。對，好啦，不過也是應急一下嘛。也是啦，但是只是覺得說，哇，我媽實在是一個，你要說她就真的對我很好，我只能這樣講，就是懂想你呢，沒對你懂好。對，是真的，隨便拿一個這麼貴這種東西戴在你女兒身上，我覺得這真的蠻疼的。對呀，懂想你。我們現在切完了，然後呢，我們就要來下油，先炒一下，好不好？對，我們下油的時候等它一下，媽媽來，今天你在這裡，你要幫我跟大家解釋一下。我上次第一次做菜的時候跟亮哥，我的敲大蒜的方式被大家笑死了。我們家都是這樣子。哎呦，你們弄到手啊！我告訴你，我們家怎麼弄。哦，你们家怎麼弄？是這樣拍的嗎？對，可是呢，我媽就跟我說，這不就好了嗎？不是亮哥，但我媽跟我說，敲什麼敲嘞？我媽跟我說，你這樣比較帥啊。為什麼一定要教我這樣敲嘞？秀出筆槍，沒辦法嘞。哦，對啊，來，你示範一次，快點。你看哈，妹妹，你好標準哦，就一定這樣。直接等一下，你這也太標準了吧？等一下，小心哦。我沒辦法哎，等一下。你這個形狀也太美了吧！你果然這個有練過。沒講有練過，你要拿頭老梅分清楚。頭和尾。那你拿梅一條比較長，敲下去就不會訣竅的。對，頭老梅要拿頭。對呀，不行，我大概就只能這樣了。我的距離，因為這樣很害怕，我很怕打到我的手，你都不會怕打到你的手。不會，因為愛關呢，二叔愛關呢。蒜頭大神，可不可以請你？幫我再打2顆，我要放進去了。因為阿姐鋪蓋片的迄細細糊糊的，記得還鹽。我知道，因為以前的是木頭。對，記得沒啊。但還是很帥啦。來，蒜頭女神，你幫我打一個。中央哦，蒜頭女神，好不好？女神。怕嘎摸哎。按都有哎，按緊緊。帥哦。都唔會咁樣裝到。很帥哦。好嘞。蒜頭放落去哈，哎呦，別有米，要有。對，沒錯，我知道。好，那你幫我看一下顏色是不是差不多了？二廚幫我看一下顏色是不是差不多了？差不多有香了，有哈。好，那是不是可以？你鹽巴要不要放？不要，我們等一下有沙茶啦，很鹹的啦，好不好？不用哈希。你你搞我都要摸。沒有啊，你是我的顧問，煮菜顧問，二廚啊，我是大廚，要負責詢問啊。有這樣的哦？有啦。你二廚問的沒？那有講大廚問的咯？我鐵擺糖豆點豆行誒。沒有。好，那我們現在差不多了，對不對？我們要把對。二廚的主旨咯。老你該炒了點啊點，落去都冇香的啊。哪有？我們要先放根。不用咯。不用了。你講的都準啦，我講的又講我糖娘的啦，我講的冇準啦。很香啊，有香嗎？有。對，然後我們等一下要等它稍微炒一下出水，而且我就覺得，不行，我們要繼續講，因為我很多事情想問你。好啊。我那時候因為我國中不是有變壞嗎？還有叛逆哎。對，你好像很激動。沒都唔會講話哦。對，是沒錯。那時候其實我變壞的時候，我不去學音樂，你應該很難過吧？因為你把我栽培那麼久。其實也沒有什麼栽培啦，就是你也很聽話，還沒叛逆之前你非常聽話。對。阿妹會品你好聽，你都坐我旁邊乖乖練。
阿妹很日做白個人全部乖乖，錯無吼。俺愛都知道親戚的先生教你係最重要的。對啊。結果當然真好啦，阿妹當歡喜。不過你對嗰陣3年了後，差不多。要考高中噶，你聽人家同學講，一日到都個練琴冇意思，都唔得人家了教，所以你都叛逆，人家講阿妹我唱冇被聲音圈養，阿妹好聽。對啊，因為我覺得那是一種壓力啦，就是你練到最後，你根本不是自己喜歡，那時候還不知道自己喜歡。好，打岔一下，來，你覺得我們要先放葉子，還是先放那個沙茶醬？先放這個，對不對？對，跟我想的一樣。有二廚我不搞咯，還沒曉得嘞。很好，我的二廚都跟我有心心相印，有沒有？心心相印，哇，好香哦！西式汕頭的魔力來了。好，甜點，好甜點，來甜點落去。哦，這樣就好了，我覺得不用全放，差不多。哎，抽。啊，毛葉袂鮮呢。葉貝是什麼？阮菜葉啊，什麼意思？阮菜葉袂鮮啊，去到批唔到，會該跳少。你覺得太少嗎？對，跳少嘞。好，再炒一下這樣子，讓它葉子，對對對，黏咪，不宜黏咪。反正就是後來，但是我後來不是因為姐姐有找我去工作室幫忙，然後我就又突然覺得自己好喜歡就唱歌哦。對，在暑假之間，你老師接棍了後，對，哎呦，我就覺得很有興趣哦。對啊，後來我就覺得說，好吧，我還是回來念音樂好了，然後就變成現在這個職業。對，還是很感謝你，一直都沒有放棄我。最重要感謝的還是姐姐。對，姐姐，對對。哎，你的湯是不是快好了？來，好嘞啊，冒煙了啦，很多。黑啦，好嘞啦。我先把它打開來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好嘞，哇，好香哦，還香哦。真的有批到嗎？真的哎，我的也差不多，我的也差不多了。那我們就差不多準備來吃飯嘍。你要吃什麼？我不用。那我們就可以準備來吃飯嘍。哇！突然很認真看到你，然後坐在下面，然後我在台上唱歌，然後就覺得哇，我媽媽怎麼這麼辛苦，然後陪我就是學音樂，然後這樣子對我，對，然後覺得很感動，然後覺得你在下面，然後我覺得就是很謝謝你一直都這麼支持我，讓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，就包含現在也是。啊，你糖豆了。動吃動吃，快做事。完成了，那我們現在就趕快來試一下我們剛剛做好的2道菜。第一道菜是蔥挑管煮排骨湯，嘿，錯，我們來嘗一嘗。哇，就會亞給米西，等我先啊。哦，原來這是阿嬤教你的。對，那素嘅哈，好好喝哦。蔥挑湯，煮起了味道就比較香。哎，你那生的哦，蔥挑哈，曬起了煮起了米湯冇安香。真的哎，你是蔥挑粉啊？我覺得可以。可以。冇斷腰，QQ。對，很厲害哎。謝謝啦。我們趕快來吃一下大廚煮的。講你嘅大廚哦。烏菜炒豬肉，好不好？直接吃啦！還可以吧？都對吧？都對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，對不對？我覺得好吃，好吃。而且其實豬肉不會太硬哎，我覺得剛剛好。所以今天啊，跟你這樣玩了一天，我是很開心的啦，因為我們其實很少有這樣的機會。因為一直以來從小。我記得我都是，雖然我都知道你很忙，可是我每次上課、放學、補習，你都是你載我哎，而且365天沒有一天是叫別人載過我，對呀，對不對？然後你還記得我念音樂系的大學畢業音樂會的時候，我有邀請你來嗎？你記得嗎？對呀，還記得啦，啊媽媽沒喊啦，那時候你還說。你可能工作沒有辦法來請假，對，然後我還跟你說沒關係，因為姐姐會來，如果你不來也沒關係。還以為去，我帶媽媽去。對，就後來你有來，我還是努力呀，爭取呀。然後你還記得你在音樂會上面跟姐姐一直哭嗎？對呀。
啊，都唔唱介首啊，阿妹跳那模啊。对他那首歌是台語的一首藝術歌曲。所以我聽到了後，我母子全部留下來，我就跳那台下去。你有看到的啊？有沒有？那時候我在台上我哭到不行。你還記得我才唱完第一段我就哭到不行了，我根本唱不完那一首歌，因為那一首歌完全是在講媽媽很辛苦，從你頭髮黑，然後到你頭髮白，然後牽着我們的手。然後我一唱到第一段的時候，我就唱不下去了，因為你坐在下面，我看到你的臉，我就唱不下去了，就是哇，真的太有感覺了。我現在想到就很想哭，對呀，因為會覺得就是那種感覺是那種，因為有時候你平常不會特別去想說，哦，媽媽已經變老了，然後在我們的眼裡你都是一直很年輕，對，然後突然很認真看到你，然後坐在下面，然後我在台上唱歌，然後就覺得哇，我媽媽怎麼這麼辛苦，然後陪我。就是學音樂，然後這樣子對我，對，然後就覺得很感動，然後覺得你在下面，然後我覺得就是很謝謝你一直都這麼支持我，讓我去做我想做的事情，就包含現在也是。啊，你聽到了？對啊，就是對，而且我以前真的對你，就叛逆的時候真的對你很壞，對，然後很謝謝你都是一直在我身邊，然後鼓勵我啊，然後一直讓我繼續學音樂，就是很謝謝你跟姐姐啦，姐姐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，就是我覺得很開心啦，就是然後後來到了現在嘛，然後我都一直在這條路上一直走着，然後你也是我跟姐姐很好的一個榜樣，就是因為你一直都很努力，你一個人帶大我們真的很不容易啦，對啊，然後你知道我的專輯裡面有一首歌就是寫給你的啊。你還記得嗎？那首歌是我們兩個人第一次一起寫歌，然後我那時候還回來問你一句一句歌詞，你有印象嗎？我說媽，這句要怎麼念？然後你就念給我聽，然後我就翻譯，然後照着你念給我聽的去唱歌比賽，然後還入圍。對，雖然沒有拿獎，可是那首歌就完全是因為你而寫的。對，然後那首歌你記得叫什麼嗎？啊，對，但那首歌的確是我第一首的作品。然後也是我在人生這個客語的這個創作當中歷程很重要的一個開始。對，雖然後面我還有改版過，就是我們有把我們當初寫的這個歌詞，我有再把它潤飾過。對，可是你好像沒聽過新的版本的。沒有啊。對，那首歌是寫什麼，你知道嗎？寫一個客家女性呢，就是不小心被一個男人騙了。你一定要講阿妹啊。對，然後騙了之後呢，就任勞任怨，一輩子就是做着她自己。她的角色就是當一個辛苦的媽媽，然後帶着她的小孩，然後就長大，然後就算被騙了也沒關係，就是因為你已經決定做這一切了。那我現在可以再唱一次給你聽，都對啦，好不好？好，但你不能說我客家話不標準哦。好。好。愛唔敢去做嘅，愛做愛唔在意，因為愛在你愛點放唔下過去，感情永袂分離，笑面叫字幕也無意，唔敢去做嘅，愛做愛唔在意，因為愛在你愛點放唔下過去，已經愛散。唔會錯把戲，無傷無息。耶，很開心。希望我接下來還會有很多的歌跟你有關。好，好不好？那我們也要常常這樣出去玩。好啊，你的親阿妹啊，阿妹你也不是唱歌的，唔通阿講一上來對我弄腔下出。好，那我們現在來繼續把它吃完吧。好。春夜，你相愛就嘅責任，愛唔會上怪嘅，唔想我哋飛行轉移，愛唔講嘢做嘅，愛做嘅唔在意，因為愛的你愛的永唔下過去，感情永會分離。笑面叫字幕也無意，唔講嘢做嘅愛做嘅唔在意，因為愛的你愛的永唔下過去，愛就一生一。
散。